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串联地。咱台湾人讲究地理风水，尤其是对家己的徛家。过去的人兜较有底地的，头前有一个溪窟仔，后壁就有果子梯仔园。这部说入去，咱要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杰老师为大家来讲详细。世界科技行进步，台湾文史倒翻科。我想到细汉的时候，我定定跟阮爸去钓鱼，因为阮爸住伫糖厂咧做工，若礼拜时就是休困日。水外个种诶，定定咧招阮爸去因兜钓鱼，因诶鱼池足大窟诶，4-5分地以上吼。鱼池啊，主要是饲鲢鱼甲草鱼，迄是冬尾吼要卖钱诶。若其他嘛也有真侪鱼啊，可比讲像本岛鲫仔啦、南洋鲫仔啦、台仔啦，食诶迄毋免放鱼材，迄本土诶迄个叫做鱼种伊家己就会生炭。平常时去钓鱼呢，我就是甲遐个小弟小妹因遐规定去后壁耍，阮就对正新的大坪灶骹间遐。行过后壁门，后壁门出去就是菜园啊，因的菜果摆甲真济，就近咧挽菜、压菜真正好势。菜园搁入去，就是为一个简单的得梨，得梨入去就是果子梯啊。后壁的果子梯啊，迄地势是安尼，小可较悬，渐渐悬起来。听伊讲后壁梯的地势较悬。是因为早当时头前乌鱼池的土，移刷来后壁屯悬种果子因的梯果子种真济，袂输果子山、果子拿呢。咱平常时定定看的庄脚的果子芭乐啦、龙井啦、金蕉木瓜啦、山影啦、莲雾啦、杨桃啦、柑仔油桃仔梨查某节人参果、牛心来，10几项。到即马我已经记无啥会调也毋过哪像不管时期呢，都拢有果子好办，侪少项尔。应时的果子足济，可比讲像热天咯，挽山影啦，山影都有土山影啦、茶山啦、木兰拍山啦，足济种的，嘛有迄个。龙井咱台湾人讲叫做是对白骨食甲红骨，红骨食甲乌骨，乌骨食甲高骨的这个龙井讲得真深刻。伊的意思就是讲，也袂好的时，先去甲爬起来看卖咧，等也白骨咧这个袂食咧，也袂好咧。食，这个龙井呢，达到成熟，就变做红骨骨就是籽，龙井籽红骨呢，食甲乌骨，乌骨的时阵，这个龙井就会甜正港是会使挽起来食毋过其实因的果子遐尔济我上介意规年通天，规冬拢有通生的迄个木瓜、芭乐甲金蕉。虽然因真正普遍，毋过真好食，特别是有一种红拔伊生做安尼肥肥蒂头遐小可较尖尾安尼即种红拔较无籽，软较厚较好食，酸甘甜酸甘甜的滋味，较食都袂咸。若讲金蕉人因拢家己种的，拢留甲在长黄的，行底金蕉长过，闻着香味就知影讲有黄的金蕉就看一个腿爬起
安尼甲迄个黄的先挽落来，哪黄哪挽哪食。迄在装黄的金蕉吼，咱普通是食袂到的啦，因为金蕉人拢先挽起来温，青青挽起来温，啊，都无迄款自然在装黄的色的迄个芳气啊。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为了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咱特别伫今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踊跃投稿。今仔日要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婚姻馆原中乡吴乾敬先生所写的《阮兜门口埕》，由洪昭文朗读，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三合院的记忆。阮兜是一块70多坪的三合院，外口有一块开阔的门口埕，黑色的点仔架中央有一片白色的红黄土，我拢叫迄是土脚的月娘。门口埕是我囡仔时的游乐场，阮兜三个兄弟仔有时会招一寡朋友来阮兜耍走小玉、青红灯，阮嘛会用各种物件将这片空地布搭做阮要爱的场所，画中线会用踢脚球，放纸板会用讲野球，也会记得伫门口埕学骑铁马时，第一摆伫点仔架顶面跋倒，我吼甲规庄头拢有听的，毋愿阁爬去你铁马顶，嘛毋敢阁伫门口埕佚佗。莫拉克风台来的时，全台做大水，阮兜门口埕嘛互因做收水池，这是我有记忆以来头一摆拄到的大灾难。看到门口埕的水愈淹愈悬，电视上一间大楼全咧崩落，也有一只砖头去互水崩山冲去，白输是台湾岛直要沉落海。加在风台过去了后，水真紧就退啊！我并无失去我的游乐场。前阵啊，即八兄娶某，阿嬷办桌请人客，门口埕摆满椅桌。即八兄一家住伫台中，还咧转来。细汉的时，上爱伫因转来时，黏伫伊身边，求伊教我耍。即八兄大我一轮，我定定爬去哩伊的肩胛头，互伊爱我踅门口埕。后来伊出社会上班啊，见若转来就忝甲困规工。我甲伊见面，敢若拍招呼尔。阮已经离开迄个门口埕，手机啊代替彼此的陪伴。真久以后，我甲阿嬷提起伊少年时的记忆。伊讲，伊拄嫁予阿公的时，因的生活过了真散洽。迄时的厝也无遮大间。
逐工拢食寒签过日子。阿公甲阿嬷两人辛苦拍拼，才有即摆门口埕。但是阿公真早就过身啊，阿嬷一个人请养5个囡仔，一直到阿爸因拢出外趁钱进前，阿嬷无一天通好休困。即马伊总算会当休困啊！门口埕是伊辛苦过的证明，顶面经过真济风风雨雨，也有真济欢笑甲幸福。即几冬门口埕无变大，但是子孙愈来愈侪。你看咧，真冷霜，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你看咧，雨丝香，暗顿吃白影闪闪，五树山孤红的hen，金石脚，月娘出遐顶。